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Candy 啊。咁今日咧在家睇樓團，見到我真係代表同大家睇樓嘅時間又到啦。咁今日咧就要同大家咧繼續介紹一啲咧上車嘅細單位。咁我相信有留意開樓市嘅朋友咧都知道啦，而家政府咧調整咗400萬樓下咧個從價印花稅咧只需要100蚊，咁上車嘅印花稅只需要100蚊，係咪好吸引呢？咁啊，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想揾呢類型嘅單位，咁就冇錯啦。咁我哋轉頭同大家介紹嘅單位咧，正正就係呢個類別。咁我哋轉頭咧會同大家睇咧，就係我身後面啦，呢個明雅苑實用咧351尺一個賣盤單位。咁啊，明雅苑咧前幾年就已經完成咗大廈維修啦，外牆嗰啲咧全部已經翻新過晒，咁啊非常之乾淨企理。咁短期內咧都唔需要擔心咧再做維修，要再夾一筆好大嘅數。咁啊，另外啦，咁啊呢度咧成個屋苑咧啱啱完成咗咧個更換升降機嘅工程啦，咁變咗咧出入咧其實仲用得最多咧就係搭 lift 啊嘛，咁搭 lift 安全好多，咁係咪出街同埋翻屋企咧都放心好多咧？咁啊，我哋轉頭咧事不宜遲啦，即刻同大家咧喺明雅苑附近啦行個圈先，咁啊再介紹呢個屋苑多少少俾大家認識，之後就直接入翻嚟呢個單位度睇。咁明雅苑咧嘅外貌咧就係咁樣嘅，咁啊一共咧就有3座居屋嚟嘅，咁佢鄰近咧就係富善村啦，咁啊所有社區配套啊嗰啲咧同隔離咧富善村都可以大家一齊用翻。咁啊富善村咧都有街市啦，有自己嘅商場啦，有超級市場，咁啊好多唔同嘅餐廳啊、酒樓啊、食肆等等，咁啊都有啲藥房啊，咁啊民生嘅店鋪咧都非常之充足。咁明雅苑嘅環境整體咧都係一個純住宅區啦，好多綠色嘅植物包圍住嘅，咁啊非常之咧啱晒啲中意靜嘅朋友。咁啊富善村咧就有隔咧 K17啦，咁啊一個做翻個轉乘啦，去翻大埔墟嘅港鐵站。咁如果咧你會轉乘呢個港鐵嘅話咧，咁啊呢一層咧就可以免費嘅。咁啊大堂嘅環境咧就係咁樣嘅，咁啊都好寬闊。咁佢每一層樓咧都有2部 lift 可以直接去得到，咁啊2梯咧每一層都有16個單位。咁啊入翻個單位啦，咁啊呢個單位咧實用咧就係351尺啦，咁啊一入到個單位就方方正正咁樣，咁啊基本上個客廳部分咧就非常之寬闊，咁啊擺電視機啊嗰啲地方咧其實都好充足，同埋咧你打橫或者打直擺咧都冇問題，咁可以擺2間房中間又得，或者咧你挨住咧大門口嗰度擺都得。因為呢個單位咧本身呢個廚房位咧佢就改咗，咁啊將咧利用埋騎樓嘅位，咁所以咧佢而家廚房就呢隻窗咧就會變埋做廳啦，咁所以整體嚟講客廳嘅採光度就會再增加咗啦。咁啊廚房，咁啊仲有啲櫥櫃啊都有窗噶，咁啊基本嘅大細都夠用。咁如果譬如真係咧覺得廚房咁樣咧會細咗啲，可以咧偷埋咧呢隻窗做個 open kitchen， 即係開放式廚房咧，咁咧又可以多啲你煮飯嘅空間啦。咁但係個客廳部分咧個空間感都唔會減低咗。咁啊廁所做咗企缸，咁啊留咗咧呢個洗衣機位喺度。咁啊座廁啊、洗手盆啊等等咧，其實全部嘢咧都已經 set 好晒。咁裝修咧就簡單啦、普通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可能買嚟收租咧，基本上咧簡單執下咧就已經可以即刻收到租啦。咁呢個單位咧就有2間房，咁呢間咧就係主人房，就會比較大少少，因為咧佢就偷咗隔離間房多啲嘅位，咁所以咧就除咗可以擺個大衣櫃之外咧，都仲可以擺到雙人床。方方正正，居屋嘅特點咧就係冇窗台啦，同埋全部都係方方正正，唔會有啲角位。咁你擺床啊、擺櫃嗰啲咧，就空間就好擺好多啦。咁第2間房，咁呢間咧你就可以當雜物房啦，或者客房或者小朋友房。咁啊夠擺單人床，同埋咧業主已經做咗一啲櫃啦。咁啊2間房啦，一大一細。咁主要望出嚟景觀咧，都係望翻咧林村河景。咁啊樓層咧就係中層啦，望出去咧都係好開揚，好多林景，同埋咧前面啲樓咧都距離好遠嘅，咁啊陽光入到屋。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我嘅推介啦，可以 follow 翻我以下嘅 social media， 咁你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樓盤資訊啦。咁如果想約睇呢個單位或者知道啲詳情咧，就歡迎打電話俾我啦。多謝大家。